人就来，每天喝完一杯奶 ，every day， 每天水果拳头大，还要吃菜。可爱的幼儿园小朋友在台上唱歌跳舞，每句歌词都和健康饮食有关。学龄前是饮食生活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，因此台南市全国首创发表幼儿饮食营养教育。他们的饮食行为习惯如果能够从小养成，尤其是吃原态性的食物，还有呢均衡饮食，从小就养成不会偏食的习惯，那也知道各种营养健康的包括水果啊，包括蛋奶啊，包括鱼肉的一个适当的分量。实际来到仁德幼儿园，幼童会自己煎蛋，做坚果优格，将不同类型的食物放到餐盘当中，更将新鲜水果做造型摆盘，避免幼童挑食。这个我真呢，教案以国民健康署我的餐盘为目标，教幼童分辨6大类食物，认识加工食品、含糖饮料等生活周遭饮食对健康造成的负担。我们先导来，比如讲先用过模型，或者是故事、故事红仔册，互囡仔先去看，先有迄个概念。有当时还倒去厝里，叫伊看厝内面爸爸妈妈拢安怎煮这物件，你拢平常时食寡啥？所以老师会设计学习单，互囡仔佮家长倒去记录讲，阮今仔日厝里食啥物，阮再过来透过这个学习单，来检查讲，因这物件有营养无？台南市教育局除了提供教案范本给幼儿园，也会编写幼儿园餐点作业手册，建立餐点制作流程以及幼儿餐点设计。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，希望幼儿园和家长一起合作，培养幼儿正确的饮食习惯与均衡饮食。记者杨寿怀台南报道。